开始咱第2场台语的礼拜。万国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你着称呼伊，因为伊记咱大喜之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这是咱三家来吟诗学乐第126首《美妙主耶稣》。大家起立来吟全首。龙不敬耶稣。
大家有缘徛伫，人但者咱做咱的信用告别，书读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子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难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读启应文第50篇，也就是以赛亚书61章。尽管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有容由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给伊伫森林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就出来，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特色安悲哀的人，恢复欢喜的油来代替悲哀。咱说，因受称罪公义的树，上帝栽种来明白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诚实甲因报赏。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为声音，因是上主赐福的主人。这时，咱来三个来压头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伫主的圣日，阮要感谢你，要学了你的名，互阮无论伫在场的兄弟，也是伫现场同齐礼拜的兄弟，阮有福气，同齐来伫你的面前来领受敬拜。虽然咱经过面对现今的环境甲状况，求你赐平安甲信心，互阮持守你的教示，甲你的话语，诚做阮每日的帮助。愿安尼切切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圣经，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6节。伫和合本76页，汉字本64页。玛利亚呀，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对答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敬畏伊的人，伊怜悯因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甚至骄傲的人，伊有赶散因；有权力的人，伊吐因的位；卑微的人，伊因。心因最悬，骄傲的人用伊好面，互因食甲饱；富的人，伊互因空空转去。伊负责因的罗卜以色列来纪念怜悯，照因对咱的祖所讲的话来示落，互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
到因世代。玛利亚甲伊三角大，陆续有3个日，才转去因的家。愿上帝赐福听耶话的人。这时，咱要请信乐队来学录《爱的礼物》，听下礼物。今仔日岳牧师伊的讲题是尊主最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组织，不管是现场，也是线顶，咱透过做伙敬拜，来听见上帝的话，以及上帝的听。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开阮耳孔，听见伫早起时你要永远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现在人教伫台湾神学院的孙宝玲先生教授，伊的信仰是对浸信会。香港的浸信会开始的，伊伫台南成功大学毕业了后，伫遐领受着信仰，转去到香港。伊本身是香港人，就入到香港的浸信会神学院受呼召，来读硕士，以及去到美国读着浸信会的神学院的训练。当伊毕业了后，
第一站就是转来到香港的浸信会神学院来担任老师。当时约30年前，是1990年的初期。伫当时香港的浸信会教会也未有按立女传道师做牧师的例。随上咱若有熟悉了解台湾浸信会的教会，就知台湾的浸信会教会也真少按立女传道做牧师。因为安尼，有一遍伊伫课堂顶头就带学生咧讨论什么？会讨论教牧的服侍甲职分，特别其中有分享讨论到女传道师的讲道，一路甲这学生就讨论到，那妇人人女性按立牧职的看法。当时伊所教的这班有男性甲女性，有赞成甲反对的声音，拢有。总是互伊印象上深的，伊伫伊的册顶头安尼写，伊讲我印象上深的，就是迄位上反对按立女牧师的，既然是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伫迄个课堂顶头咧讨论的时阵，伊相信，伊坚持妇人人无应该徛伫讲台顶头讲道，伊毋相信一个妇人人会当领导教会，伊甚至认为，就是一个男性，搁那欠缺讲道的运数，拢比女性较强。伊认为，不管偌优秀的女性，家家拢只会当成做男性的帮衬者。30年前，1990年代。因为安尼，亲爱兄弟姊妹，事实上，咱拢深受着华人的社会文化以及教会传统的教士的影响，所以咱有迄种男尊女卑的迄款传统的观念。迄款的观念有时阵特别重，特别伫顶一代真侪家庭的悲剧。就是父母坚持一定要生一个查甫，安尼叫做传宗接代，所以生查某的就无算咧。至到侪女性，伫即款的传统的价值观的影响下面，特别自卑。事实上，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清楚了解一项代志。上帝话对福音书开始，特别是路加，当天使咧预告约翰就是耶稣出世，要出世，就是用伊丽莎白加玛利亚诚做两个要紧的宣言，用这两段的故事要对咱讲。事实上，伫当时希腊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犹太的社会文化背景拢同款，这是一个真无平常的宣告。路加特别拣这两位女子做主角，透过安尼做一个宣言，因为对表面来看，这两位女性拢毋是成就大事的人，总是因刻伫上帝计划内底，诚做要紧的地位。路加福音第一个故事是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圣经逐咱讲这项代志。路加福音第1章第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两人伫上帝面前是义的人，照主一切诫命礼仪来行，无通嫌。路加搁特别咱强调，因两个人是义人哦，照上帝眼光来看是义人哦。结果后壁，路加随互咱一个消息，
就是因两个人无生囝，因老啊无会生。随上这个真简单的描述，已经教育，互真侪现在牧者咧宣传迄个扭曲的福音，遐的教士来崩解。啥物人讲义人得到福气的定义，就是子孙满满是啊。倒有这个道理。上帝看做义的人，迄个定义叫做子孙满满是富有，拢有一切吗？倒有讲是安尼。福音书一开始就咧对咱讲这项代志，一开始就咧对咱挑战这项代志。事实上，撒迦利亚真显然毋是安尼，何况就是义人，上帝看做义的人。当撒迦利亚听见天使的声了后，伊毋信，伊心内底对家己讲，这根本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伊才会安尼回应天使讲，《路加福音》第1章18节，撒迦利亚安尼回应天使，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我已经老啊，我的某年岁也老啦。这句话后壁意思是讲无可能啦，这项代志无可能，就是因为撒迦利亚毋信，伊才暂时变做假狗。另外第2个故事，未出嫁的玛利亚，已经配合大别家的约瑟，伊也未过门的新妇，总是天使对伊讲，圣神要临到你。互你有心。虽然天使称俄勒这个未出世的囡仔是伊将来要被称作至权的囝，伊要承接大必的王位，总是这项代志已经毋是超越玛利亚的想象尔，因为一个未出嫁的妇人人有心。对当时的社会来讲，对当时的道德来讲，拢是不应该的代志。路加福音第1章第4节，路加是安尼讲的。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互你知所学习的会确实。换一句话来讲。路加对头到尾按照顺序，要对所有读到伊的福音书的人讲，在人看做无可能、无应该，上帝却要对咱讲 Why not？ 是安那袂使？人会看做无可能，人会看做无应该，总是上帝咧。上帝要对咱讲 Why not？路加照顺序所写咧，对咱讲，真正的历史应该对上帝的角度来看。当人认为现代医学这么进步，他有可能无法度对付小小的病毒，真歹势。这2天咱拢见证到这项代志，上帝就永远互瘟疫满满是。这咧对咱讲这项代志，当人掠做我啥物会拢做会到，啥物会拢理所当然的时阵，上帝偏偏要互人了解家己的不能、无可能。总是另外一方面，当人认为家己完全无可能、无应该的代志，上帝偏偏要对咱讲 ，Why not？ 亲爱兄弟姊妹，这就叫做上帝观念。上帝观念要叫咱，叫伊的囝儿，将咱的眼光换一个眼光来看。伊爱咱看遐个代志，就是人看做无可能、
无应该的代志，伫上帝的手中，无啥物会叫做无可能。当天使加百列将伊丽莎白已经有新的代志对玛利亚讲，做伊要怀孕生囝的兆头。因为安尼，路加福音第1章39节到40节，安尼写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伫这个日的中间，玛利亚起身，赶紧去山地，到犹大这个城，入撒加利亚的厝，请安伊丽莎白。玛利亚去看伊丽莎白，因为因本来就是亲情，总是这项代志，更较表示玛利亚的相信。当时伫迄个时代，并无手机，并无电视，无啥物款的网络，人甲人一个所在甲一个所在，迄个隔绝是完全无可能理解，因为安尼，玛利亚根本无可能知影伊丽莎白有生，根本无可能。所以玛利亚是信神，天使对伊讲了，伊相信，然后伊走去请安的路程，就代表伊的相信。相信伊嘛要亲身见证主的听，主的话是毋是有应验？所以刷来，路加福音第1章41节到42节，发生一项真特别的代志。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丽莎白一个听见玛利亚请安，胎温伫腹肚内就着跳。伊丽莎白互圣神充满，就大声讲：正妇人的中间，你得到福气，你所怀孕的也得到福气。伊丽莎白其实有一个真无平常的宣告甲祝福。伊才会知影玛利亚腹肚有生的。玛利亚根本就毋知伊丽莎白发生的代志，伊去看伊，然后圣经对咱讲，伊圣神充满，圣神充满，迄个条条的囡仔伫伊的腹肚内底，然后伊就出声学了，伊学了啥？学了玛利亚有生，相时。伊的有生是一个得到祝福的大事。我拄已经讲过后，未婚也未结婚也未嫁出的妇人人有生，对当时所有的人来看是啥物货？是见笑哦，是毋敢互人知的代志哦。结果这个时阵，伊丽莎白既然会出喙出这么无共款、无平常的祝福。这就咧对咱讲，是只有圣神充满，才会当互咱看会出无共款的代志。路加福音第1章43节到44节，继续来读这段经节来。我的主的老母来就近我对当了会得到安尼啊，因为你请安的声，只会入我的耳孔。伫我腹肚内的胎就欢喜来得跳。我毋捌做过老母，总是我相信在座应该有侪女性做过老母。咱拢知影腹肚内底的囡仔的震动是一项真自然的代志，无震动较奇怪，对无？嘿，无震动爱看医生，所以腹肚内底的囡仔震动，亲爱兄弟姊妹，这互伊丽莎白认出玛利亚腹肚内底的囡仔要做主做大，总是这嘛咧对咱讲另外一项代志，啥物叫做圣神充满？圣神充满。
无的确是爱讲方言、行技术，才爱超自然的代志。圣神充满，就是生命咧震动啦。遐真自然的生命咧震动，然后真自然的震动，互人的生命伫内底得到影响。因为安尼，对世界的眼光来看，伊丽莎白是长辈，迄个亲情的意思原文真歹知影，到底因两人是表姊妹，还是孤姨表？真歹讲。总是伫属灵的眼光来看，玛利亚却因为伊腹内的囡仔来受到尊重。虽然伊丽莎白即时也无法度明白，伊腹内的囡仔要结束一个旧的世代，玛利亚腹内的囡仔要开始一个新的世代。总是伊腹内的囡仔已经知圣神也知，因为安尼透过迄个震动自然的震动来表示欢喜，就亲像上帝对利百加9年前的预告，创世纪25章23节讲时代要服侍时势。伊丽莎白伫玛利亚面前谦卑，就亲像侪年以后。行洗的约翰伫耶稣面前谦卑共款。亲爱兄弟姊妹，路加咧对咱讲圣神充满的时，毋是迄个真奇怪的动作甲状况尔定。有时阵，迄自然出对生命真自然的迄款的运动，是圣神咧做工。要紧的是圣神要显出一项代志，就是互人谦卑、甘心彼此祝福甲服侍。所以圣神充满，才会当互人真正认出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啊！就亲像伊丽莎白上尾的祝福，路加福音第1章45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神的妇人啊，有福气啊！因为主所甲伊讲的话要应验。所以玛利亚做一个真出名的祈祷，这个祈祷咱通讲是结束第一段的这两个故事。实际上，这嘛，互咱更加清楚看见玛利亚的内心世界。这篇祈祷佫称作圣母颂。玛利亚的歌，真侪神学家拢也摕这篇祈祷文来甲撒母耳上卷第2章的第1节到第10节汉娜的歌来做比较。实际上，后代的音乐家巴哈、舒伯特拢捌用这个经段的形容来谱写出传到现今的作品《圣母颂》。咱若上网络 YouTube 就会当点圣母颂，咱就会当听迄真熟悉的迄个旋律。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48节，玛利亚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对答了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伫祈祷中，玛利亚大声学了上帝，伊讲：我学了的主，我专心我的心哦。古早的人讲，伊的心的意思就是伊全部的性命啦。我的心，我的全部的性命，拢要尊你最大。亲爱的兄弟姊妹。玛利亚伫遮学了尊重的，毋是遐个伫世间的主。当时伫罗马的帝国内底，世界的石碑
顶头咱即摆挖出来拢看会到，顶头有印上侪，就是皇帝鄂古斯都是主是王，伊来到的所在会带来和平。换一句话来讲，玛利亚伫遮俄勒的迄个主，明明就是要显明，甲现今外口用军头、用战争、军队攻压别人，称伊是主的遐个王无共。玛利亚俄勒的是迄位对台北的王朝落来的王。总是伊所带来救赎这世间，遐个是完全无共款。伊要互咱这世间的眼光完全倒变，因为伊互一位女婢，玛利亚迄时阵只是一个细汉囡仔尔，伊互一个卑微的女婢，啥物拢毋是。甚至伫迄个社会，伫上帝、伫律法顶头，是也未成人，也未是一个人。玛利亚当时只是一个老爸的财产，咱若用出来记十届内底来看，伊只是老爸财产，产业尔尔。总是玛利亚伫即时阵学了，伊学了讲：是啊，主。你互我这位卑微的女婢，互后世代的人同声学了伫我身躯顶头所要发生的代志。路加福音第1章第49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为迄个有关联的，为了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毋是我熬，毋是人熬啊。人无算做啥物，只有迄位真正关联的，伊要带来人甲世间无共款的眼光。上帝名是圣的，圣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名爱对社会甲政治的眼光受分出来，一来。要拯救遐个看性命做无可能、无应该的人，脱离因的怨叹，脱离因迄款关伫原底的家落内底。因为安尼，上帝为带来这个宣告。路加福音第1章50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敬畏伊的人。伊怜悯伊到代代，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为透过玛利亚的祈祷显明出来的代志。伊要对咱讲，什么人是上帝怜悯的人？就是遐个敬畏伊的人。然后伊的怜悯免哪显现出来的。路加福音第1章51节到5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心智骄傲的人，有关山因；有关联的人，伊律因的位；卑微的人，伊声音最悬。玛利亚咧形容上帝，这位上帝是啥物上帝？就亲像战士共款，用伊的手骨，互对敌。彻底失败，因为因骄傲无知，所以因要失去原底的位。上帝怜悯就是互遐个受压迫的人，无阁受遐个滥用权柄的人的迫害。路加福音第1章第5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枵的人，伊用好米互因食到饱；富的人。伊互因空空倒去。伫玛利亚的歌内底，实际上伫路加福音内底，特别咧针对一寡人，就亲像我的名共款，我的名叫做富人。
我古早同学拢安尼叫我，总是我拢讲，歹势我姓吴，所以完全无法度互我变妇人。总是玛利亚的歌内底，伊的祈祷内底，伊毋是咧讲遐有的人哦，不只是咧讲遐的妇人尔。随上伫路加福音内底嘛咧针对，特别针对遐个假好的妇人，就亲像有一句话讲：你有哪侪，你就有责任搁较侪。当人明白家己需要上帝怜悯，那安尼，伊就是妖恶的人，伊就是谦卑的人，伊就是送香的人。这就是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讲，心内送香的人，遐个人安怎有福气？所以伫这个所在，咧讲一项代志，一个妇人若明白家己有诶不过是暂时，伊才会当真正无私来分享。这就会互咱明白咱所信靠的上帝伊的心意。因为刷落来，伊安尼讲，路加福音第1章54节到5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怜悯，照伊对咱的祖所讲的话，来施乐，互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玛利亚的歌，伊的祈祷上尾对咱讲，上帝的怜悯就是要互阿伯拉罕的后裔。这表示上帝的信息，伊是一位忠实伫甲阿伯拉罕的约甲应允的上帝。实际上，这句话是路加的伏笔。换一句话来讲，路加福音内底，咱会一直读到阿伯拉罕。咱若读落去就知，伫路加福音内底，咱会一直读到，因为阿伯拉罕的后裔，毋是照肉体生的后裔，是照神所生的后裔。就亲像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对神，阿伯拉罕受赐的时，献以撒。就是迄个承受者的应允的，献伊独生的囝。阿伯拉罕相信这样代志，当然希伯来书作者的解说是，伊知要紧的遵守阿伯拉罕的约，以及阿伯拉罕的后裔，其实是照信心，毋是遐因为信来遵，毋是对伊的肉体来出。是遐因为信心来尊主最大的人。2年前，2019年，真出名的汽车公司宾士，伊为着庆祝妇女节，特别拍一套底片，短几分钟尔，咱现在搁伫网络顶会找得。然后伊有一个 slogan， 讲出发是勇气，坚持是精神。真多的冒险，无代表上尾会成功，总是勇敢去做，才会当改变。1888年，这是描写一个1888年宾士所做世界第一台汽车的故事。1888年的8月一个早起时，宾士夫人伊的太太开伊的丈夫卡尔宾士所发明的宾士伊后来称作宾士1号的车，带2个囡仔，温婉伊的丈夫就做人类第一遍用汽车长途旅行的一条路。伊当时要转去伊的后头厝看伊的老母。当时卡尔宾士，这德国人啊，卡尔宾士，德国人
因为即台3轮的汽车捌行伫路面去互人踢笑，因为发袂振动，互人踢笑，所以拄着真大的打击。佮加上当时无人有看过有迄种机械会当伫路面走，迄嘛只有看到马车咧行尔，所以大家拢来踢笑。所以后来伊就是改良了后，家己无勇气，佮驶即台车上路，因为即台车伊称做机械怪物，当时无人捌车，总是伊的太太无倒救，伊勇敢踏上即条路，就是伊开到14公里的时阵无油啊，找到路边一间药局，用迄个酒精加轻石油做迄个燃料，开到70公里的时阵，拄着迄个上架，然后伊叫伊的细汉囝儿换迄个hand道路，然后伊甲伊的大汉囝就落去刹车。上尾开12点钟，即条路12点钟才到伊的爸母的厝。到伊的爸母的厝，宾士太太第一项代志发电报，互伊的丈夫讲：你所坐的车会当经过考验，请赶紧申请去到慕尼黑参与迄个世界的博览会。刷落来，汽车的故事咱拢知影，因为伊伫咱的生活内底，咱拢捌汽车是啥物货。然后，迄间提供石油的药房，就成做历史上第一间加油站。亲爱兄弟姊妹，做时阵，女性的勇气比查甫的更加厉害。负责人冒险大过男性的迄款的眼光。事实上，伊丽莎白已经结婚，伫丈夫的无相信内底，伊勇敢成做高龄产妇。玛利亚未婚，伫社会看做无应该的下面，伊愿意顺服怀孕。然后，这两位怀孕的妇人人，伫上帝历史内底，因安尼拄着，然后做伙大，就亲像咱上尾读到的这段经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玛利亚甲伊生甲大，约有3个月，才转去因兜。就亲像玛利亚所吟唱的这个尊主最大的俄勒甲祈祷，上帝要反转人的眼光，互卑微甲个徛权威的互相来颠倒。伊互玛利亚这位卑微的女婢，成做历史的中心。伊互遐个愿意接受上帝帮赞甲敬畏伊的人，拢互伊看重、提悬，颠倒遐个骄傲、无敬畏上帝的人，伫历史顶头得到气杀。我真爱看棒球比赛，上好看的就是第9局下半，还未3个人出局以前。我要看的是，这个人、这个球员，因面对就是输，我嘛愿意坚持的迄款的精神。就是看起来，迄个积分板已经看起来，阮输定，总是犹原阮愿意坚持，就是输，我嘛要输了真阳光。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爱咱看到的阳光。
玛利亚的相信，就是一条对无可能到可能的路，就亲像历来历史政治的掌权者，因用经济、用军事来压迫、要消除人相信的溃烂。总是玛利亚尊主最大，伊透过这个祈祷来对咱讲：每一个认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认真思考上帝话的人甲团体，这条歌咱拢应该做伙同声来吟唱。因为教会甲基督徒就是应该安尼来宣告：主，你是我的主，以外无别个。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勇气，是伫人生的路程，阮有时看起来亲像赢，总是主你知，阮搁较侪是软者、流目屎、艰苦。主求你怜悯阮的软者，帮助阮，互阮知你怜悯阮，因为阮敬畏你。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因带祝福带领，安尼祈祷，靠主圣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就是咱搁三甲来吟圣诗第583首，愿主存你圣手。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只有的主。
我若受主体恤，心就安然自在。我世界前最恶，拢要去主面前，行这做上帝国，亲像去了天殿。请坐，此时来奉献，请张伯钧、陈伯元两位执事来示献。请咱即马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无有圣者亲像耶和华，你以外无别个，也无招盘亲像咱的上帝。撒母耳上卷第2章20，请。你以外无别个，也无招盘亲像咱的上帝。撒母耳上卷第2章20，无有圣者亲像耶和华，你以外无别个，也无招盘亲像咱的上帝。撒母耳上卷2章20，请咱来看咱的周报。第一页是咱的周报后礼拜甲本周的侍奉人员吼，请大家来看。若是有状况要调动，要请人来代替，就爱请甲办公室来联络。周间的聚会，即马社学校即马就开始活动，吼，拜六，吼，有内容是桌游，社青是桌游，学校是冒奇歌时间，吼。伫咱的主日学嘛，师范班即马嘛是线上的上课。好，过来就是咱的小组聚会。咱即马小组有完有线上的读经，甲用赖上面的读经，也是线上祷告，请咱会当参与伫内底，尽量来参与。第二则有咱的主日的奉献，主日的奉献吼，这个明细吼，伫咱的4楼后壁遮有公布，等下遮要报告内底有搁再讲一届。若有错误，
来往咱办公室来，再来欢迎。第三页就是咱今仔日主日，今仔日真欢喜伫桃市青年社会教育基金会陈世龙传道来到咱的中间，伊做侪的事工，伫公仔来报道，嘛去到真侪所在，今仔有义卖伊的册吼，请大家来关心台岛。等下咱的报告煞，才请伊来做见证分享。煞只要来举行学习就任式，请主要张伯钧校长、学青团契会长曹梦轩、少气团契会长赖和仪，请出来。我们到中间来哈，到中间来，面向我，谢谢，面向我，好。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时咱要来举行学年制会长的就任式。等一下，咱要见证着。因三人伫这个所在，所要伫众人甲上帝面前来应答，所以我要邀请恁三位等一下详细听我所问，然后大声来应答，成做咱的日子。因为安尼，即时也是我要呼吁咱众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主日学、学生团体、少年团体，这个咱教会的主题的时刻，咱透过因伫众人甲上帝面前的宣誓、宣告，咱求上帝特别祝福，甲因做伙伫地。恁有要领受主日学校长？学生团体会长、少年团体会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尽你的责任。你欲要安尼行也无？这时我要来宣告，我要邀请咱大家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教会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你。张伯钧成做主日学的校长，设立你；曹梦轩成做学生团体会长，设立你；赖和仪成做少年团体会长，着谨慎你本身的行为，甲你的所做，常常关心这事，尽力伫主的间，归荣光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你互阮的教会设立主日学，设立学生团体，设立少年团体。阮相信有上帝你特别的祝福甲旨意，求上帝特别扶持因带，使用现在徛伫众人甲上帝面前的三人，因要接受这个责任。主求你圣神甲因做伙伫地，赏赐因气力，保护因，互因的心神会当常常注意这事，帮助扶持，真正，互你伫你教会的这囡仔、少年、学生
伫因中间真正见证上帝你的疼，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特别祝福甲因三人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请坐，我要请因三个人转个身，咱用拍扑啊来多谢，嘛请咱站近一点，我们要拍个照，来站近一点。小蛋仔，我要颁布这个任命书了注意了好点。这是不用接纳，那个如果在场的这个小会员愿意来这个欢迎他们谢谢他们。接下来这一年有辛苦了，辛苦了那个如果在场的小会员在场可以欢迎他们。照平常的任命是没有这一场不过没关系，在场小会员如果在场，来用手。今日下晡应该是早时11:30就开始伫6楼副堂，要召开咱今年9月份中执会实体组织甲讨论，煞了后，就是咱小会要开会。过来邀请咱的注意学者的家长甲小朋友有缘爱。很积极鼓励因参与伫咱的线上学习。9月份呢，一周的中节长老是陈建州长老，即次是邓亚忠甲柯明伟。后礼拜后周9月10日，得胜者要踮伫702的教室备课。遮呢，请咱的志工。今年要开课，已经开学，要开课伫咧咱的校校，所以呢，请咱的志工老师呢、职工呢这些同工都会当参与备课。小会消息，咱8月19上海防疫计划书已经通过，所以咱教会即马组织的人数一场是99个人。所以咱分开有3场的礼拜，伫遮呢，社学上已经开始开学，互因组织所以呢，伫遮组织的是有缘爱注意咱的保持那个社交的距离甲全程戴口罩，要喷消毒，这防疫的动作，咱拢有缘爱继续来做。其他的团体。甲主日学，即马也可爱参详讨论，所以即马也毋知后来要安怎处理，所以呢，请大家期待。社区在医班正今年暂停，到明年看卖咱的恢复的状况会当恢复的。小组有缘是照即摆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请大家，咱的兄弟入来教会时，伫1楼的时呢，有缘爱戴口罩、量体温、酒精消毒，甲门口的 QR code， 也是1922。即几天，咱桃园市才有发生这
境界的代志吼，所以大家拢有收到简讯，所以毋免惊赢。若是有拄着，好好踮咧厝14天自己检疫工作，还有去做防疫检测，好，这拢是大家爱注意的，请大家拢注意咱家己的平安。2021年，咱的小会推荐咱的中籍的候选人的名单，直接有丢落，就是陈为民、黄传俊跟李正义。直视的候选人有吴恩仁、苏怡玲、李正义、林富祥、陈秋信、黄约瑟、张春燕。10月初3是咱要投票的时间迄日，所以咱就要开始为这个代志来祈祷。2022年，咱的团契的名单嘛有伫咱的旧报刊顶。少年团契原是吴传新吴长老，夫妇团契林章洲林长老，妇女团契尹丽芳姐妹，小青黄慈辉，合青曹梦轩，少气赖和仪，圣歌队陈维民，主日学张伯君，德性架团契陈素妍。教会消息，即马咱国定先开始接受要受洗的朋友来参与受洗班，拢是线上上课，请咱的小组若是区内底有朋友熟悉愿意要受洗的人，请你打电话到办公室来协助伊来登记报名。5月份到8月份15个奉献的名册，这内底有公布伫4楼的公布栏，请咱有奉献的这个兄弟，家己来去遐看卖咧吼，有啥物错误也是毋对的所在。6月份有2笔的汇款。即马到呾有啊，也毋知是啥，但是伊的后4码的号码是0285，请若是你的，请甲咱这个财务部干事才联络吼。今年真欢喜，咱的高中甲大专生这个名单直接请大家为因来代祷。这2个小生啊是黄月诗跟黄木珍，因即马要走去宜兰惠登中学来读书。那吴宇阳呢，伫正声中学。高职呢，吴佩斯正声高中的电子商务科。赖和仪桃园高中普通科。大专的部分有李安杰是国立高雄大学西洋语文学系，刘允约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机械工程系。赖和谦是世新大学的传播管理学系，请为遮的囡仔来代祷，嘛为言信用来代祷。2021年，咱全教会的圣经所注读吼，继续有缘继续吼，即马是读到倒咧，读到箴言第4章，请即马有伫座的人继续坚持到底吼，要坚持到底吼。好了。咱来为咱的集体消息嘛是一个好消息吼，来恭喜迄个林志哲甲林嘉文夫妇喜获千金，伊囡仔名叫林雨晴，请大家替因来代祷来祝福。代祷的事项嘛有缘为教会身体欠安的兄弟来代祷。咱的区内底拢有遮的注明遮的名。若是你是代祷者，替遮个人来代祷。第2项就是来替咱的吴富仁牧师、张正义传道跟林世杰神学生，因伫教会的服侍，甲准备来代祷。嘛为教会遮个牧者，甲遮个团队、中职团队，服侍同工的事务来代祷，因为即马。咱对着这疫情的状况，互咱毋知要安怎，所以呢，互咱有智慧来处理咱所面对的每一项代志。以上报告，来请牧师介绍咱的陈传道。
来这是我来介绍陈思龙传道啦吼，请来见哈。思龙传道，伊的爸爸甲我的爸爸其实有真好的关系。新屋教会的陈长老，可能过去有的人有熟悉伊，当时思龙传道虽然是安尼，但是伊出世的时阵。咱就看到，咱等会当对伊的嘴来听到这个见证。咱求上帝特别扶持，也祝福伫伊手所做的工。要传达。没关系，没关系，你直接讲国语，大家听得懂。应该是啊哈，大家听得懂了哈。他直接讲华语哈，他直接讲华语。然后那个圣经节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所以大家不用翻哈。弟兄姐妹平安，很久没来到桃园教会聚会，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在不同的教会去讲道，还有到监狱、到大学、高中。国中去分享我的见证。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那么忙？为什么我能写28本的著作？因为我每天在祷告中。神一直提醒我，就是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灵，只注重自己的需要。而没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先看一处经文，马太福音第9章35到38节，我们一起来念。阿们。我是一个重度脑性麻痹的，8岁才会走路。我一直很埋怨神，为什么给我那么多的不方便？结果进入国中，加入了各种的帮派，但是感谢神，神又让我进入高中，认识了谭总统、周连华的牧师，再跟2位神学家的教导之下，我发觉到有很重要的事比赚钱更重要。就是一个人，假如没
世界，而人跟一般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有灵魂，人要跟上帝、跟耶稣建立关系，才能进入上帝的国度。弟兄姐妹，可能你在世界上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愁，很多的难以想的问题，但是你要了解，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阿门吗？这个生命的代价，比我送你一栋摩天大楼更伟大，阿门吗？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离开世界，都能进入神的国度中。现在全世界的教会问题，就是真神假拜、假神真拜。我真的觉得我很难过，因为各种的宗教，佛教、道教、回教，我都有深入的研究。结果我发觉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活着每一天都要干嘛？为耶稣做见证。大家讲一遍，不然我们的生命就浪费。你们的教会非常的大，非常的美丽，但是我每年来这个教会，感觉到我很难过，因为还有很多没做嘛。我们的生命，假如跟耶稣的生命结合，我们就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因为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做的事，要比我更大。你相信吗？相信的人举手。阿们。所以我们要依靠耶稣的能力，把基督的爱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台湾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充满圣灵
行政能力，建造你的教会，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鼓掌荣耀神。我们鼓掌，谢谢四郎传道在我们当中了哈。那我想我不用为他多介绍，他的见证就是他的介绍，他的说话就是他的介绍。那我们也，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买他的书，知道他的故事，并且支持他现在所做的事情，那为他祷告。那他的爸爸是陈真雅长老哈，新屋教会陈真雅长老。那过去的陈长老哈，那我的爸爸他从大陆过来的时候，我的爸爸就在归仁教，当时在台南归仁教会就跟他相识，所以我跟他是同一年出生的，所以小时候我就听到施郎的故事了哈。那愿上帝保守，真能有上帝的恩典。话语清楚，并不代表多厉害。好，那尽力说话才是重要的事。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上云第389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请大家起立来迎。阿罗上帝至高至尊，造化的主，万福万本，地定生杀你的万民，永远阿罗白行成事。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电压袂倒。
就是咱大家来行平安礼，讲平安平安，愿上帝甲你三甲一地。